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主，咱今日搁伫线上咧，甲兄弟姐妹来聚会。今日我想要甲兄弟姐妹来做一个线上的互动。咱知影，咱伫咧实体聚会当中，咱有一个请安代祷的部分，对无？伫请安的时阵，咱会当离开咱的位，咱会当甲兄弟姐妹握手，甲伊揽一个，甲伊祝福一个。但是伫疫情的当中，咱伫线上，咱袂当看到亲自的甲咱的兄弟姐妹来祝福。所以咧，你会当利用你的手机，你会当伫咱影片的下骹的留言区，你会当留言，你会当安尼祝福。譬如来讲，你会当讲，伫下骹留言，拍字留言，讲，丹牧师，我祝福你身体健康。比如讲，你会当伫下骹留言说，潘牧师，我接受你的；潘牧师，我接受你的。比如你会当讲，王牧师，我拢有咧听你的早天祈祷会哦。譬如你会当讲，何牧师，你是上水的牧师妈妈，对无？对，牧师妈妈。所以，咱会当利用咱的线上的留言。感谢主，所以你会当祝福你想要祝福的人。你今仔足久无看到的小组员，你足久无看的组长，你会当甲伊祝福。伫留言区，你会当甲伊祝福，毋那是讲平安娘娘，你会当甲伊祝福。阿免。咱的祝福的时阵，咱毋管是伫敬拜当中，你加入伫咱的敬拜当中。也是恁的聚会当中，你拢会当伫留言区留言，我会看到，牧师会看到，咱会当互动，咱会当有一个活动 ，OK？ 感谢主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，阿们。嘿，咱毋但是留言区留言，咱搁要伫敬拜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，来讹乐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咱用这首歌来敬拜，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，阿们。这回来拍手来敬拜伊哦。我有看到有人在祝福我哦。这回来讲，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。开阔的境界，宇宙的动态，咱拢无想在海。上帝手赐福气，互咱稳定满满喜。咱爱彼此相听通，彼此祝福咱的对头来敬拜咯。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。开阔的境界，宇宙的动态，咱搁无想在海。上帝手赐福气，互咱稳定满满喜。咱爱彼此相听通，彼此祝福咱的祝。我来祝福你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的稳定这呢大，感谢唱出喜乐歌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余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命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唱到这个歌的时阵，是不是会受到老长老咧带咱来敬拜？是不是受到老长老的动作？我来祝福你。告诉你边仔有你的家人，有你的兄弟姊妹，你会当甲伊祝福，甲伊揽一个。我头拄仔讲，你会当伫留言区留言，猫咪人我祝福你，猫咪人我接受你。比如讲红月我接受你，比如讲圣阳哦，你就缘投的呢，对无？你会当伫留言区留言，你会当祝福兄弟姊妹，阿免。啊，搁有立约，对无？立约你拍过真水哦，对无？咱做伙来对头来敬拜，哈利路亚！喜乐的心情，
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。开阔的境界，有主的同在，咱无搁受灾。上帝手术，上帝手术福气，互咱稳定满满是。咱爱彼此相听他，彼此祝福。来哦，来祝福兄弟姊妹哦！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的恩典这么大，感谢手术喜乐我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，咱做伙来。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。开阔的境界，有主的同在，咱无搁受灾。上帝手术咱的福气，哈利路亚！互咱稳定满满是，咱爱彼此相听他，彼此该揽一个，甲你兄弟姊妹揽一个，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的恩典这么大，感谢主赐喜乐我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命。兄弟姊妹，感谢主，我已经有伫留言区看到咱彼此的祝福。假说你会当想的，你会当讲的，你拢是叫伊已经祝福了啊！你会当有用上帝的话来祝福。伫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1节到第10、第10节，有8幅，这8幅拢是祝福人的话。你会当祝福你的兄弟姊妹，用上帝的话。阿门！咱做伙来对头来。喜乐的心情，灿烂的笑容，平安的祝福。开阔的境界，有主的同在，咱无搁受灾。上帝手术咱的福气，互咱的稳定，互咱稳定满满是。咱来彼此来相听他，彼此祝福咱。来，过来歌声起来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恩典这么大，感谢主赐喜乐我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命。但无事我来，我来祝福你。看无事你来祝福我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的恩典这么大，感谢主赐你。小编我来祝福你，小编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。拍手来敬拜来哦！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大，感谢主赐喜乐我。我来祝福你，你来祝福我。人生的希望拢伫这，上帝甲咱听。人生的希望，人生希望拢伫这。上帝甲咱最后一个咱人生的希望伫倒位？人生希望拢伫这。上帝甲咱听命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咱的上帝真正是甲咱上帝听，甲咱听命命。阿门。头拄我讲，伫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，我来用国语来读。
耶稣看见许多人，他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怎么教训他们呢？跟他们说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承受地土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；连续人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；清心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兄弟姊妹，咱这个八福气，咱都要得到。咱来做一个祈祷，咱甲上帝讲，虽然在疫情的当中，但是咱对上帝不灰心，咱听主的心不消灭，咱同款的听上帝，同款的服侍伊。咱数到3，咱做伙来恩主，表明咱的疼心，表明咱爱主的心。数到3，我来记得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主啊，我讲我要爱你。主啊，虽然咱袂当来到教会，袂当来聚会，袂当看到遐尼聚会，但是咱听你的心，咱爱主的心，不分心，不减少，不消灭。咱更加要爱你，更加仰望你，因为你是咱的主。主啊，咱向你来祈祷，求你让我有盼望，求你让我有希望，因为你是咱的上帝。咱要向你来敬拜，咱要向你来学乐。你是看到咱的敬拜的主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这个8福的祝福，咱都要得到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咱继续来敬拜伊。人讲这人生，亲像做迷茫，透早困。青树拢无半项，虽然人有心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多空。阮讲阮人生有主来听痛，虽然山。这人嘛有希望，不免嘴怨叹，不免心叮当，不免心生忧嘛可昂。对头来敬拜，做伙来，人讲这人生像做迷茫，透早困。青树拢无半项，虽然人有心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多空。兄弟姊妹，咱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，恩准阮人生有主来听痛，虽然山。这人嘛有希望，不免心怨叹，不免心叮当，不免心生忧嘛。兄弟姊妹，咱站起来敬拜，站起来敬拜伊。若不是耶和华去做，去做。就着我坎坷，咱拢是上帝产业，天顶有彩无永远袂看。再来讲，咱是上帝要我去做，咱不是耶和华去做，去做。就着我坎坷，
是上帝产业，天顶有太保永远无破开。向主来拍开，向主来拍开，心内的门窗，只是定头前，低着头吧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，这世界有听有希望。兄弟姊妹，我知影，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咱心内有苦难，咱心内有讲袂出嘴的怨叹。上帝咱拢知，上帝伊拢知，上帝会帮助咱。你会当，假使你有要祈祷的，兄弟姊妹会当为你祈祷的，你会当伫留言区留言，咱做伙来为你祈祷。你毋是孤单，你毋是一个人，上帝兄弟姊妹拢甲你同在，阿们。咱做伙吟这首诗歌的时，咱甲这歌当作咱的祈祷。上帝有情，人生就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！咱真正是献出咱的感谢，用这首歌做伙来敬拜伊，举起你的双手，你站起来，敬拜伊。哈利路亚！人讲这人生亲像做眠梦，透早困，醒就拢无半下。虽然人有心，世间人无情，只有看破正多脚。愿讲我的人生，愿讲阮人生有主来听透，虽然山车人嘛有希望。不免找怨叹，不免心叮当，不免人生的马口。兄弟姊妹爱知影是耶和华的起作，若不是耶和华起作，起作的人就着我坎坷。产业，天顶有太保永远无破开。若是耶和华起作的人，就着甲你的痛苦带到上帝面前，咱拢是上帝的产业。天顶有太保，有太保永远无半开。再来讲，是耶和华起作。若不是耶和华起作的人，就着我坎坷。咱拢是上帝的产业。天顶有太保永远无半开，向主来拍开心内的门窗，只是定头前低着头吧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。这世界有听，对主讲，向主来拍开，向主来拍开心内的门窗，只是定头前低着头吧。只要咱有心，上帝嘛有情。
这世间有听，只要人有心，对主讲，只要人有心，只要人有心，上帝嘛有情。这世间有听有希望。主啊，我要甲你讲，主，阮知影是耶和华在起做，是耶和华在掌管，伫这个疫情当中，是耶和华在掌管咱的心，互阮平安。主啊，阮愿你来祈祷，咱无惊吓即马状况，咱阁无灰心，无失去听主的你的爱心，咱要继续继续来敬拜伊。主啊，我要学了你，咱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继续的帮助咱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咱要学了你。哈利路亚。若不是耶和华起做的人，就得满空。甲你的手按伫你的心内。若不是上帝日夜，天顶有彩报，永远无破空。若不是耶和华起做的人，就得我空空。若不是耶的山野，天顶有彩报，永远无破空。向主来拍开。向主来打开心内的门窗，只是听头先伫着头帮。只要人有心，上帝嘛有情。这世间有听有希望。对主来讲，只要人有心。只要人有心，上帝嘛有情。这世间有听有希望。哈利路亚，咱互咱的上帝一个上大荣耀的掌声，阿门！哈利路亚。听这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由我来报告教会消息。由从教会公告：第一，本会依照高雄中会的指示，为着要配合高雄市政府的防疫规范，教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拢暂停到7月12。但是拜三祈祷会、拜六青少年礼拜、主日台语甲华语礼拜，咱拢会用网络直播进行聚会，敬请大家参与。第二，网络聚会期间，敬请小组长配合以下2点：A. 回报逐组伫网络小组的聚会人数 ；B. 学生牧区、儿童牧区的小组长，请一定要帮赞囡仔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条件，以免影响到囡仔的权利。第三，虽然伫疫情期间袂通实体聚会，但是请兄姐有缘善尽上帝囝儿的本分，尽力做到以下5点：聚会无停止，祈祷无停止，传道无停止，行善无停止，
搁有奉献无停止。第四，教会也鼓励兄弟利用以下方法来奉献：A. 逐项奉献袋啊，会使家己集中，每月一次摕来办公室奉献。B. 有参加小组的兄弟，小组长若方便，会通帮赞代收甲代转。C. 兄弟的奉献也会使利用周报偷野的银行口座来奉献。请伫转校了后，将奉献的项目办公室的单配分干事告知，以便周报刊登。第五，伫疫情当中，求主保守咱的心，赢过一切，小心提防，但无得惊吓。请大家搁较侪祈祷，搁较侪互相照顾，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干净。第二，本主日下晡3:30召开7月份线顶中集会，敬请全体中职出席，单位所长甲同工列席参加。第三，本会有设计意气相挺的点头名单，互会友通知影店家的资讯，而且伫疫情期间，甲因斗支持甲照顾，做伙渡过难关。第四，本会为7月份开始，逐工透早5点半继续进行线顶早祷会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。第五，本会有录制赞美操的影片，放伫教会的 YouTube 频道，请兄弟伫厝内也会通用肢体做伙来学乐上帝，欢迎大家观看。第六，本会为着要庆祝设教70周年，举办油厂教会设教70周年 logo 设计精选甲歌曲创作精选活动，欢迎有这方面专业的兄弟踊跃报名参加。若要报名，请到办公室来摕报名单。具体消息，合作社消息：第一，社员安心加利率贷款12万，年利率2.4%，对单开始到8月31号截止。第二，社员在职均境公告贷款30万，年利率3.6%，对单开始到11月30日截止。第三，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.8%，欢迎社员有意愿要贷款或者是要转贷，请向合作社切顺办理。第四，日本家之工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画图比赛，请本社6岁到12岁的社员踊跃参加，收件到7月23。若要报名或者是有问题，请欢迎合作社切顺。以上是这礼拜的报告，接落来是讲道的时间。今仔日的讲员是潘志豪牧师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“主啊，为什么？”咱做伙来欢迎潘牧师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咧问主啊为什么的时阵，我是要先问可风为什么？为什么大概现时拢无找我？为什么我嘛就爱唱歌啊？我唱歌嘛袂歹听啊。所以，若是后摆有机会，台语的现时会当叫我潘牧师。虽然我的台语无啥练得，我唱可能大家听无啥有，总是我有一个真诚的心。望会当唱歌，互大家听。若是讲想要听潘牧师solo，想要听潘牧师唱歌献诗的，请伫顶面讲拍讲好哈，有无哈？无爱吼，我今日要讲道要讲40分钟哦。若无人讲好，我就要讲40分钟。我无爱互恁听歌。哦有吼，好啦，后摆有机会，互恁点歌啦吼。
啊，但是爱点西瓜哦，你莫点什么，妈妈请你也保重遐个无？吼，拜托吼。所以咱是属灵吼，我潘牧师嘛是牧师啊，对无？莫点迄什么，中国有人点做煎熬，拜托煎鸡卵我会晓啦，煎熬。所以吼，刷来时间到了，咱的献诗，破声吹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观无限量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超过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洗净我罪，赐我新生命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观无限量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超过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主爱有多高，慈爱高过诸天，怜悯有多深，深观无限量，恩典有多宽，宽阔超过海洋。我愿全心跟随你，一生永不离开你。心意的献诗吼，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。耶主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会当来跟对你。所以咱来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语。创世纪第39章，咱做伙，你若是有圣经，咱就掀开，咱就三甲来看。
好，因为是台语和日本的这个版本吼，是台语的版本，所以吼，大家拢知影我的台语无好，所以吼，我只是要请一个台语比我较好的来读，咱请于胜阳，拍破欢迎于胜阳来读台语的版本。唔免烦恼，来，你入来不要紧，免紧张，咱两个做伙读。吼，来，好来。哦，咧线顶的各位兄弟，所以阿公阿嬷，所有的牧者，吼，请恁较包容吼。所以吼，一个是即个原住民，啊，一个是大块，大块敢若甲台语无啥关系啊？哦，所以不要紧，咱做伙来读，而且大家包容啦吼。啊，若是讲读着迄音袂晓的，还是袂晓读，不要紧，阮阁有立约，吼，阮阁有立约，立约会当到，立约做伙，立约会当做伙读啊，吼。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，吼，咱来领受上帝话语，预备来。约瑟，互人带落去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人臣，侍卫长波提法对遐个带伊来的以色玛利人的手买去。耶和华甲伊三甲伫地，互伊逐项行通。带伫伊的主人埃及人的家，伊的主人看见耶和华甲伊三角伫地，佮耶和华互伊的手所做能行通。约瑟就伫主人的面前得到恩典来服侍伊，主人设立伊管理伊的家。将一切的都有交伊的手，对主人设立伊管理家属，甲伊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为着约瑟的缘故，束缚伫迄个埃及人的厝。见若加来甲残念，一切所有的，拢得到耶和华束缚。伊将一切所有的拢交约瑟的手，除去伊所食的面以外，别项所有的拢毋知。约瑟虽个好生做，这个代志以后，约瑟的主母主神看伊，讲来甲我困，约瑟毋通。对伊的主母讲：“你看，家内有啥物伫我的手，我的主人拢毋知。伊已经将所有的拢交伫我的手。”好，以上多谢。好，咱拍多谢圣阳啦吼。啊，咱来拍分数啦吼。啊，100分就拍100分，咱来甲鼓励一下嘛，对无？哦，啊，牧师判牧师若是60分就拍60分，吼，袂要紧，但是我会去找你，会袂啦。所以讲吼，咱看到即个经文，就是讲看到约瑟伊一生啦吼，约瑟一生，伊就是。咱看见讲，上帝甲伊三角伫地的时阵，伊所做的代志拢行通。然后上帝，因为上帝甲伊三角伫地，所以甲买去的迄个主人家嘛得到蒙福。总是约瑟伊为虾米伊去到埃及，卖袂记得伫创世纪第37章的时阵，伊的哥哥甲买去，啊买去以后，搁甲想要甲刣。等伫即个深坑当中，我是讲深坑是埃及迄深坑，毋是台北卖臭豆腐迄个深坑啊！吼，即个等伫咧，伫咧深坑当中，想要甲刣，然后搁伫坑顶面咧食饭，哦，想要到讲即个10个哥哥吼，约瑟无在的哥哥，才怨恨伊啊，怨恨甲想要甲刣掉呢。啊，所以讲伫伊的当即个约瑟伫。即个坑当中、深坑当中咧呼叫，咧挣扎的时阵，伊无倒出来，伊哥哥搁顶面咧食饭，无想到到讲，伊的哥哥要出手甲刣的时阵，伊的大兄讲毋通甲刣，那甲刣那有啥物呢？咱若留伊的货，也无趁着啥物钱啊，不如咱甲卖去。伊的哥哥原本是要救约瑟出迄个坑。会当安全平安带伊转去伊老爸厝呢，总是袂赴。
这个其他的兄弟竟然将伊卖去到埃及去，竟然将约瑟卖去到埃及，得到钱，佮将有血的衫摕转去，互伊的老爸讲：你的囡仔已经死去了，已经无去了。总是约瑟互卖去到埃及，你讲伊的悲惨的故事都安尼无去吗？无，看到伊有真好的这个管理。上帝甲伊三个伫咧，然后上帝祝福互伊的主人家，总是伊的性命敢是安尼就停止？无，伊的灾难才拄开始而已，受到人的陷害，伊祖母下陷害，然后伊阁互误会，互陷害去坐监，你坐监的时阵，阁受到真侪人的。这个欺骗，所以约瑟的一生，伊会当真正来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为什么？伫咱的生命当中有真侪、真艰苦的代志，有真侪是互咱心内无想无，为什么上帝会安尼对待我这款的代志？所以，我常常讲，伫这段时间当中，大概是。拄着困境甲难关，有的兄弟，恁可能伫即个工作顶面有受到困难，经济顶面嘛有困难。然后有的兄弟的厝呢，即个学习，有的青少年学习出问题，有的照顾囡仔出问题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咱若定定伫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会问讲：主啊，为什么？拄着灾难的时阵，会问讲：主啊，为什么？拄着无代无志去，拄着即个困苦的时阵，会问主啊，为什么？所以刷落来，我要用化会方式。有看过化会无？有无？拍有。有哦。有，你有？大概无啊？有无？有看过化会无？有哦。啊，若是要听，好啦，互大家选择，想要听化会讲好，若是要听传播书讲故事。嘛讲好，无论如何，就是爱照我的啦。啊，非得我也看无恁老有咧看有咧听讲道无，对无？好，要搭一种化会化会吼，有无？有哦。线顶的朋友有无？有哦。有无？哦，莫讲我无正经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化会无简单哦，无简单哦。来，紧来紧看，慢来减一半。哎呦！人讲三色，人讲五色话，厝边头尾你就听详细。听详细哦。今仔日来到贵宝地，唔是要来拍拳头。哎呦！拍拳头。你慢拍，哎，较紧嘞。唔是要来拍拳头。唔是要来拍拳头。也唔是要来。讲亲情，唔是要甲你讲亲情啦。今仔日介绍你，真正介绍你好物。是啥物好物呢？台仔顶遮的物件，有看到无？有。属灵的水管。属灵的水管哦。属灵的水管。属灵的水管，长甲短尔。莫讲遐明。莫讲遐明。哦，属灵的树林。属灵的树林。有哦，看到无吼？哦。可红反应真紧。那拢翕袂着哦，有啦，好啦。伊会生气哦。伊生气哦。哦，搁有属灵的哑铃啦。属灵的哑铃。哑铃就是这个盛阳第一的女朋友啊，不是啦，无这个代志啊，无吼，啊，搁有2条锁啊，啊，搁一个加刀啦吼。哦。好，煞要破卖啦。0元起标，1刀100啦吼。哎呦！来，先对什么开始？先对这个属灵的水管开始。有人要滴无？有人画价无？画价。来，我讲真的呢，画到以后，完全拢奉献互这个做这个教会，学生牧区哦，学生牧区的区长。
遇到一个病，需要大家斗3工。哦，什么病？爱食、啊这爱困，减肥拢袂成功，哎呦，紧的哦，来帮咱的牧师哦。心木区区长什么人？我潘牧师本人。好，所以讲大家有无？即个水讲，还是讲要啥？画会着，我送；哎呦，画袂着，你就奉献，对无？有无？小编有无？有人要画什么无？20块。200块。哦，我想讲你的良心互到家去，即条要20，是讲半暝啊无困去做贼仔偷摕就对啊啦。200好，欢迎得标。但是我先介绍这是要安怎用？这就是无，上牧师，咱先知影200是啥画的。哦，对，像这无良心，画这200块。哦，200个有无？小还有无小编是啥物人小编200哦，小编画200。 ？200毋知啥物人，紧来。啊好，绝对爱掠出来。等下，200可能会当送你一条属灵的橡皮筋。200，莫等下，咱这拢有用处哦。咱先来甲你介绍，讲这是要安怎用咱就看到这个护树讲咱讲这个水讲，护树讲水讲，毋是讲干那摕来拍囡仔尔。你这上重要的这个功能是啥物？上重要的功能就是压水嘛，洗车、洗涂骹、撸涂骹，所以你的长度一定爱有够，对无？你长度若无够的时阵，扭到迄个所在断啊，爱得断断去，啊无就是讲伫头前咧大粒汗、细粒汗，后壁水拢无过来，对无？气身老命，转去咱拍囡仔袂无，袂用的。所以咱即个就是咱即个水管，就是爱有够长。 有够长，对，有够长，然后一个所在就爱接伫迄个咱的什么所在？这个所在爱接伫什么所在？水龙头。对，赞，好。接伫水龙头的时阵，但是你若是要压水，还是要这个洗车的时阵，你是毋是头前这个头你会甲安怎？垫掉对无？对。啊，但水若伤大的时阵，你若垫掉的时阵，后壁会安怎？落落来对无？对。 这就后壁就是讲水压伤悬的时候落落来，所以这个时阵你就需要一个水管束啊，对无？咱的性命就亲像这个水管，你若是通的时阵，感谢主；拄着压力的时阵，你若是无迄个水管束啊，你就甲上帝分离开。那这个水管有啥物有啥物路用？只会当放伫遐生菇、拍鱼、拍囡仔尔。所以若是这个水管若是要发挥伊的功能。 就是爱有上帝三角伫地，有一个水管束架有无？透过上帝耶稣的十字架束掉的，结连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然后咱的性命当然让遮做祝福的管道，亲像约瑟共款，有上帝甲伊三角伫地的时阵，你安怎甲拍，安怎甲摔，安怎拄着到什么款偌大的压力来的时阵，对无？伊拢甲上帝。 黏条条啦，为什么上帝甲伊三角伫地嘛？上帝甲伊三角伫地的时阵，无论对什么款的情景的时阵，伊都拢会当有祝福对伊都会当真做祝福的出口。但是咱看到另外一条，这条可能就较歹，这条毋是讲较短尔，利益。平常时，看清楚无？平常时若是要无好好整理的时阵，伊就会拍角。 这款水管但是我搁讲这个水管是我拄啊对咱教会外口摕过来。其实人整理啊最好是我拄啊挑过一个后的所以讲人平常时咧拍扫的、摒扫的阿姨，其实是真认真。啊，搁咱的管理员嘛真认真，咱文书嘛真认真咧管理，所以咱教会会当清气，对无？我靠，搭一台，这台好，莫安尼啦，我头较戆，紧的我讲较紧的所以讲你若是无要好好来甲整理起来，你若是要整理的时阵，咱就爱甲放好，对无？这较袂来一个特写。伊若是无整理好势的时阵，伊则就会拍掉，会拍角，直着拍角的时阵，若是你要出水的时阵，真容易。无水然后压力过大的时阵，
就算讲伊顶面有水管锁啊，伊嘛是会漏气，嘛是会漏胶，嘛是会落去，对无？听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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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若是讲即个直条的所在吼，若是讲伤久的时阵会破去、破空，对无？咱生命当中拄着困境，咱的生命当中拄着困境，就亲像这安尼直条共款、拗着共款，足风那拢袂来，奇奇怪怪的代志拢会发生。所以即个时阵，你要安怎来脱离你的困境呢？你是安尼一直甲扭，安尼一直甲扭，一直甲扭，还是甲摔？安尼敢会开？袂开嘛，拍袂开嘛，对无？所以即个时阵，咱就爱安怎？咱爱停落来，好好啊来甲了解伊是啥物所在拍袂开，好好来了解讲即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出了问题。约瑟互等你空内面的时阵，我想一定咧想即个问题，我的哥哥为虾米来救我？啊，原来是我迄领彩色的外套，就是迄个外套互人咧怨妒啦。虽然圣经无讲，但是伊心内开始安尼想，为虾米？因为伊真疼惜迄个外套，伊嘛真疼惜迄个外套，穿咧外套四界走来走去的时阵，伊的兄哥看到的时阵，心内真生气。吼，我着捡恁大兄的衫穿啊！第三个讲，我着捡恁二兄的衫穿啊！第四个讲，我着捡大兄、二兄、三兄的衫穿啊！第四个讲，我着捡大兄、二兄、三兄、四兄的衫穿啦。第五个讲，我都捡，哪有可能捡遐久啦？无可能啦，早就破去啊！我拢去街仔边捡人无爱穿的啦，哪有可能？囡仔生了济，钱就开了济。你若讲大家要做新衫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为什么到约瑟的时阵，伊特别做一粒新衫互伊？这其他的兄弟拢会怨妒嘛，就怨恨起来。怨恨的时阵，因就要甲陷害。怨恨到讲吼，哇，就想要甲杀，吼。所以讲，伊伫咧深坑当中的时阵，就想讲，哇，原来是我迄个外套出问题，毋是迄个外套哩，我家己的态度嘛出问题。所以比较讲，伊是第二个受到试探的时阵啦，伊的迄个主母要甲陷害，伊要甲掠着伊外套，结果伊啊迄个外套安怎脱掉走去。伊早前伊是为着外套受到各个的怨恨，即马佫受到即个外套受到人的陷害的时阵，伊就讲好，不要紧，我无佫疼惜即个外套，我疼惜上帝甲我三个弟弟。所以弟兄姊，咱若是拄着困难时，咱需要想看卖安怎甲偷开，你安尼甲大声甲喊，大声甲讲，大声甲响，拢袂开着无？总是咱若是慢慢啊看，慢慢啊想，甲即个角度会当拍开，对无？对无？咱伫拄着困境的时阵，都爱想看卖啊，吼。所以遮好的水讲，来偌济。但是袂当卖啦，即若卖吼，咱教会都无所在，我还阁买过啊吼。你会当用较悬的钱，你来买啦吼。吼，咱即条若是200块，你会当开2000块来买，剩的1800奉献互教会，200块够教会，搁来买一个搁较好的水管，对无？对，有无？若是你讲买奉献2万块嘛好，咱比说水管变做啥？全自动的，对无？毋免人伫遐看，咱斗一个全自动的，自动咧洗涂骹，对无？偌好你敢知对无？所以讲吼，若有听教会，爱教会听教会，请大家勇敢来奉献，好无？好。刷落来，搁来看倒一项，刷落来，搁来看这个属灵的树灵啦吼，属灵的树灵。哦，顶礼拜我有讲这个属灵的树灵对无？吼，我手其实是无适合变魔术，你知无？你看咱 A 底。对无？安尼缩起来，有看到无？有。我手安尼缩起来，对无？敢若咧绑什么灌墙共款，对无？哦，顶礼拜毋是讲啊，拄着困境啊，复节吼，伊会改变对无？对无？有看到无？变过来遮，有看到无？有啊，拍有，搁一届好无？搁一届，好，搁一届，会失败，但是不要紧。可能若是失败时，你就甲迄镜头翕肾阳，好，搁一届哦，好来，咱会拄着困难嘛，拄着困境，但是无一定拢无路啊，对无？咱来看卖啊吼，一定是咱会改变咱伊的位置吼，
呼一下有啊，哦，对吧？熟练的手令，这吼，其实我手无适合变魔术啦，但是我伫即个礼拜堂捡到这2条，就捡到这几条吼，感觉哎，是奇妙呢。奇妙。嘿，奇妙，伊会当甲我讲启示上帝的真理啦，对无？哦，吼，所以咱来看吼，有看过这个魔术无？无，有看过啊？有啊。缩掉的有无？我的手足肥的，拢会冻掉。安尼，放我较低咧。看着我的手无？有无？看着手领对，无？看者。哦，有，好。咱就是因为伊就是放在内面啊，搁做一摆互大家看。好 ，OK， 好，安尼放伫内面对无？对，有看过无？有拍有，但是你嘛甲我漏开。好，有哦，吼，看到啊吼。即马红色伫内底红色伫内面嘛？紧嘞，红色伫内面吼。我手足下肥短啦，所以讲袂当冻伤久。哦，所以你看拢出去拢无路嘛，对无？对无？你安那大力甲扭拢无路，总是你甲主目看伊，然后祈祷讲，天父上帝救我脱离困境的时阵，看我手，呼一下，我那分开。哎哟，搁要看一摆哦。有无？好，好，搁一摆。好，搁一摆。我用无共款色的，大家看啊清楚。这是有伫外口对无？有翕到我的手，然后这个红色的伫内面锁掉，这就困境嘛，对无？困境对无？对，看到，安尼啦，安尼，看有无吼？安尼，好对无？要出去，顶面找无路，下面找无路，较大力个扭嘛是找无路，总是咱若是呼求上上帝的名，哈利路亚，主来救我的时阵，卜一个哇，伊就开啊！哎哟，熟练的手令啦。所以讲，两位兄弟，咱亲像即个约瑟伫伊伫困境当中，约瑟伊伫困境当中的时阵。伊无，等你看见讲伊的态度，伊无嚎叫，伊无大声怨愤，伊也无大声咧怨愤上帝即比别人。伊有看到讲，伊定定咧甲别人讲，我毋是埃及人呢，我的哥哥甲我卖来食呢，因足可恶呢。有点敢有讲这话？可能有啦，但是圣经无讲嘛。咱看见伊的态度是一直仰望上帝，仰望上帝。为什么伊会当仰望上帝有遮尔大的信心？就是因为伊拄着即个大灾难的时阵，伊相信讲即个困境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。怎么讲？到底什么是试探？什么是试炼？什么是试探？什么是试炼？我要用即个塑胶来表示2条塑啊，毋是塑胶，锁啊。锁啊，对，锁啊。好，2条锁啊，拍互开，然后即个号做圣阳，你来甲我斗3工，搁叫一个吼，即个立约还是科红来斗3工，2条，我徛较悬咧，吼 ，OK， 然后吼。这敢能翕到我的骹会啦吼，好，翕到我的骹，虽然我的骹足短，吼，有咧看无？有哦，竟然变魔术啊！有咧看无？有哦，好，一个你绑骹，你绑手，甲绑掉的不要紧。莫伤暗。好，我即摆要问一个问题：柯红甲圣阳，搭一个皮肤较白？真歹回答对无？应该是柯红，个人柯红吼，好对柯红，好甲绑掉的，好。应该是。OK， 好，安尼看到啊吼，安尼差不多就好啊，好。这个是上帝的试炼。
下面是撒旦的即个试探。我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拄着灾难的时阵，咱会想讲，哇，到底是啥物人？到底即个上帝啥物旨意对无？这是咱虽然看起来拢是绑起来，但是用意无共款。撒旦是要互咱跋倒，伊要互咱袂当阁行上帝道路，总是天父上帝试炼，是要互咱愈来愈勇壮。是要互咱愈来愈勇壮啊！所以咱家己无法度拍开即个结的时阵，咱若是拄着困难，无法度拍开即个结的时阵，你若求魔鬼讲魔鬼撒旦啊，你来甲我斗相共，哪有可能？伊就想要讲我，你紧去死死的，你紧跋倒啊！但是咱若是家己咧半步拍袂开的时阵，那呼求上帝讲，上帝，你来斗我斗相共，你来帮我拍开，好，对吧？这时阵吼，天使就来甲咱斗相共。好，多谢。啊，若是讲，这就是讲对上帝来的试炼嘛。会当呼求伊的时阵，等下看，呼求的伊的时阵，互咱会当搁较。心中倚靠上帝信心，爱听有哦，吼！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会当心中起来即个咱倚靠上帝信心，就愈来愈勇壮，对吧？咱信心真重要嘛。无风无影的时阵，你讲有信心，迄拢个共骗的。伫风影当中有信心，迄才是真的，敢毋是？所以伫大风影当中，所有的门徒学习一件代志。主啊，求愿，阮伫要变准啊！你搁咧困，耶稣敢毋知影因的困境？耶稣敢毋知影大风大影？耶稣敢毋知影讲因伫要无命？耶稣全部拢知。总是为什么是耶稣搁咧困？会听候因呼求伊。所以伫困境当中的时阵，咱会学习，咱呼求上帝嘛。咱就是呼求上帝，就这简单尔嘛。我靠上帝嘛。台语讲一句话，以前我无啥爱听，但是即摆我真爱听靠赖上帝，靠赖上帝。我已经无法度，我无步啊。上帝的试炼我经过，总是撒旦的试探我无法度经过。你爱求什么人？求人拢无效，求别人拢无效，只求天父上帝来甲咱斗相共，爱怎样来甲斗头开？哦，有看到无？我较绝对。对，虽然是撒旦魔鬼，甲你绑起来，总是咱若是呼求天父上帝，伊照常甲交互长啦吼。我原本是讲要批判这个交互长啦吼，但是不要紧，交互长拍算是搁爱赔钱，搁了一条袂用的吼。所以讲刘英兄姐啊，咱遮的物件。就是要表明一件代志，咱生命拄着困境嘛，咱有苦难嘛，总是天父上帝甲咱三角伫地的时阵，咱拄着风雨的时阵，拄着困境的时阵，咱会当呼求天父上帝。我之前一个会友，因已经结婚差不多六七十冬，这个老妈妈伊破病真久的时间。我常常看见即个伊的先生常常送伊去病院，然后转来，伊是对美容开车到高医，这段路其实我知影真艰苦。我嘛开车载因翁仔某去到迄个病院过，所以我知影讲因迄个心内迄个着磨。惊吓，伊破病足久，我常常看到这个先生困眠不足。伊破病足久，我嘛常常看到这个先生去病院，然后赶紧家己转来，物件收收的，搁赶紧病院。我看见这个先生为着伊的某遭中气中落，60几岁，到即马可能70几岁啊。然后有一天，总是逐工下昏，
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我就上爱看因两个人手牵手去散步。所以两位兄弟，你知影天父上帝虽然互咱困境，总是伊袂放手，伊会一直甲咱照顾。我知影即马有真侪兄弟，你伫个困境当中，咱还是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咱倚靠上帝，好无？毋但是别人为你祈祷，你家己嘛爱祈祷啊！求主怜悯咱。伫困境当中的兄弟，伫病痛当中的兄弟，伫身心软弱当中的兄弟，伫经济困境的兄弟，求主来帮助你，咱会当来倚靠上帝，得到稳定甲听通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我有真来时间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你帮助所有兄弟，因伫你的内面得到平安。拄到困境的时阵，因会晓来呼求你，我靠你赢过生命当中的困境。就算讲阮拄到大逼迫，心内真艰苦，也是讲阮的肉体病痛，总是我嘛是要呼求你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帮助我。求主来怜悯，求主来拯救，求主来医治，将有像教会所有兄弟放伫你的手中，伊用保护的亚坎，好因会当得到救。祈求上帝帮助，和你的大权能充满伫有像教会当中，我所有的长辈兄弟，所有的办公室的同工、牧者的家庭，完全放伫你的手中。你照顾，你帮助，你医治，你享受福气。愿主的恩典充满伫所有的兄弟性命当中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求你甲希望，少人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因为你看，亲像水啊几十暝，搁亲像困一醒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，轻轻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早起时，用你慈爱充满阮，互阮一世人欢喜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幸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阮的心献上予你。愿一生要跟对你，幸无你，甲你徛起。愿一生看靠，只有落苦甲忧愁，轻轻过去无留啥物。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，愿你的阳光显明。主啊，阮一生会拄到真侪的风险，会拄到真侪困境。总是你教示阮有得到智慧的心，孝顺家己的日子。阮是我靠你较济，还是我靠家己较济？
愿你来帮助阮，愿会当专心专注伫你的恩典顶面。阿门。你的生涯一直必定充满伫所有伫困境当中的兄弟。阿门。虽然疫情严重，总是主你的恩典无离开。愿你固守你教会的兄弟，你的所有囝儿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我一生来跟对你。所以兄弟，我为恁来祝福。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，信心的感动甲交陪。愿上帝医治恩典平安健康充满伫教会的兄弟当中，对打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哈利路亚。